粉丝有亲自在那边参与，他实际的状况比较了解，那比较能够体会到里面更深一层的意义。那我们大众请起立，请我们曾讲师给我们慈悲讲解的更详细。各位请坐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或许用最简单的这个说明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因为这个录影带是去年921师尊师母成道55周年纪念暨三代同堂疗养大会的实际录影带。那实际的录影带非常清楚，结果因为我们的放映机大概太久没有用了，所以没有办法放出很清晰的这个画面，这一点跟大家说一声非常抱歉。那这个录影带在一贯道总会制作过程，是利用我们学界道场的青年各种活动的累积，呈现在所有的三代同堂的这个家属面前。那可以，刚才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表面上看到它的蛛丝马迹，赞扬我们师祖师母的伟大。我们今天在学界道场已经发展出非常宏展的一片天空，所以后学很希望我们年轻的伙伴加入我们学界的道场，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华，道的宝贵，道的殊胜，不在外面，而是在我们内涵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假使能够了解道的尊贵，你愿意学习的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。那因为有碍我们这个场地的这个条件，假使在我们地下室的话，可能就会非常清楚，因为这个环境的不同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亲眼目睹那种非常庄严而且非殊胜的一面，而且还包括有小天使读经表演，那维持大约有2个钟头，让我们大家都感受非常的深刻。很多人都因为这种表演而掉下来感动的眼泪，所以在道的这种前辈们引导我们如何走向现代化，唯有我们在读经方面，不论是小朋友的读经、成年的读经，我们现在在一贯道总会极力的在推展，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空间，让我们好好的来表现。那我们这个节目先告一个段落，下面我们就再还给超时，或许就仅此说明，向大家说一声抱歉，谢谢。